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，来看到咱高雄有真金真锭，那家己太保古早叫做真高尾。同款这一日，有人读前，有人读做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读做前，这是文音，前代表正面或者是较晚、较头啊，咱讲眼前、目前。若时间较早，或者是排较头啊，咱讲像前科，也有前因后果。前科是讲一个人过去有犯罪记录，若古早有一个意思是讲考头前科目的考试。也毋过即马较安尼讲，白音读做前，像咱讲前某、前世、前几工啊，也有一个音读做存，像咱讲主年，嘛有人读做自年，也就是旧年的旧年、顶年的意思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前日，也就是前几工啊，嘛会当讲是顶日啊，前几工啊。第二个词进前，代表用过较早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无偌久之前，阿明才讲伊手头真闲，来转钱空，希望大家帮助伊渡过难关。无意外，前日啊又过来，可能真是生活真歹过。今日小解这一日前，这是文音，另外白音读做前，另外还有一个音读做存，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